華爾街有句說話，金錢永不眠，人會累。你有冇試過道理全部明晒，機會你都睇到，但就係做唔出嚟，認知到位，執行冇力，最後眼白白睇住機會走咗。問題唔係你唔夠醒，係你心力已經用晒。心力係咩嚟？係你個底層操作系統。體力決定你做唔做到，努力決定你識唔識做，但係心力先係決定你成唔成。好多人以為自己爭嘅係方法、係資源、係人脈，其實你爭嘅係心理能量。認知決定你睇到咩世界，心力先決定你入唔入到去嗰個世界。哈佛商學院追蹤咗500個創業家，發現心理承受力係預測創業捱得幾耐嘅最強指標。硅谷風投機構而家評估創辦人心理質素已經係投資考慮嘅核心指標。點解？因為佢哋知頂尖認知配唔上足夠心力，根本去唔到終點。美國心理學會2022年研究顯示，心理韌性同職業成就嘅相關係數去到0.68，呢個數字已經好接近強相關。換句話講，你有幾大心理能量，就有幾大成就空間。成功者最勁嘅天分唔係能力，係心力。倫敦金融城頂級投行而家普遍幫高層做心理韌性訓練。Google 同高盛將正念冥想納入員工福利。新加坡政府甚至將心理資本放入國家人才發展框架。點解全球精英圈層咁重視心力？因為佢哋明白一個殘酷現實：體力決定你能唔能夠做，努力決定你會唔會做，心力決定你成唔成。喺香港呢個高強度金融中心，心理能量嘅要求只會更加高。海外華人面對跨文化壓力，心理承載力直接影響職業發展。全球數字經濟時代，心理穩定性已經唔係加分項，係核心競爭優勢。頂配手機冇電，只能當菜刀。認知再高，心力唔夠，想法永遠變唔成生產力。國際應用心理學會已經建立完整嘅心理韌性評估體系。歐美精英階層已經用能量管理取代時間管理。財富積累係系統工程，認知、體力、心力三大支柱缺一不可。好多人只係不斷堆砌認知，但你嘅心理能量系統一日唔升級，你就一日停留喺知道但做唔到嘅困局入邊。而家開始將心理訓練納入你嘅個人發展計劃，特別係身處高壓行業嘅香港專業人士，心力管理唔係錦上添花，係生存必須。認知到位只係入場券，心力充足先係真正嘅競爭力。